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姑刘浩明，欢迎收看《福起来的》。上次有人讲什么呀？唔爱好食吃，我哋今日邀请到来宾哦，伊唔单止爱食吃哦，因为自家会做吃，因为会焗酒。最重要的哦，伊拿到屏东县体壮焗酒的牌。我哋今日马上欢迎我哋来宾哦，我哋来自屏东的刘良英刘阿姨来到我哋现场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我是来自屏东县内埔乡龙前村的刘良英。像阿姨，我想问一件事情哈，像你让我开始会接触到我哋呢食品科学啊那方面的东西呢？因为我一下路从高中毕业，屏东五中毕业，我一毕业就去石头路，台湾风力公司，看到人用健身咯，健身圈。俺用模式呢，一共你没有专业。我说什么专业？你要读一个职业学校是吗？那我就去考屏东农专。那时候已经2个孩子，所以只能读夜间部，白天要看孩子。可是其实人如一面爱照顾自家生意呢，然后一面又安排去读书。可是我感觉到怪怪啊，怪到人如讲，哎呀，我要什么嘢，我做冇突然讲咯，我都可以家人呢有生意呢，如照顾生意如何啊？你都不服气，如错个难咩？我是面到啊，书啊多用时啊，人哋啊太少诶，书到用时方很少啊。我因为看到我同学好高啲下成绩都冇按我用跑完讲咯，我用冇咯，咁我没有嚟读书安尼啦。几时人差唔多多岁啊？36岁。36岁，后来读书读开人咯，台风有办身上一下风力工厂嗰片啦。有，升啊到技术人。其實技術人，因為迄陣有讀書誒，有個技術誒，嗰時候風力工廠辦身上衣，後來咪有啲繼續睇嘅風力工廠繼續做下衣。有，做誒一參因為我先生伊想我去美國讀碩士，我冇錢，我想我申請之前，兩個醫生都加錢過太咧，一年元。美金一年元爱我爱40万元台币，我路去辞职的钱币，我路去寻嗰条路。但是呢，路因为安呢，我路有接上嘅专业，因为先生路讲讲系学校成绩唔会差，介绍伊去我哋那个化验室做研究助理。佢研究助理，全国台呢有1万元的一张呀。有国科会是专门搞微生物啦，你高也都全的啦，我组织培养嘛嘅，拢对嘅。嗰時候你幾時間去做研究助理嘅時候，那只是第一擺接觸到我哋嘅微生物嘅東西，係咪？係。其實微生物係種我哋食品科學地方係最重要一環，因為佢講唔管係你做吃啦，無論我哋焗酒啦，無論其他東西，人嘅做調理嘛係用，人微生物學嘅唔好，可能全部東西都會壞。嗰時候睇幾片你學到乜嘅東西啊？我學到用嘅篩選有嘅群咧，學到嘅組織培養，佢後嘅也有學到一些病毒，用嚟預防。學到改動，反正都學到輕動，但是我沒改動，但是我就寫筆記起來，去問人家，問老師這樣。老師我感覺到講，奇怪，腦唔掂咯，腦見到見滿咯。唔會啊，上個時節，他講人都坐喺北京講話，我都坐喺頭前見滿，先生請講嚟，見滿，唔係滿啊，請講也冇真批。比門多啊！好，可是你幾時時都以前對呀那東西，以前佢有興趣，而且因為後來其實你可能後來又開始開自家一啲焗酒嘅工廠，其實
也前面的技术吼，你后来有发现到吗？其实也其实迄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呢。我是认为最重要，因为人以食为天嘛哈，啊，我吃出健康，你就很天然嘅发酵食品，唔做化学嘅东西安尼啦。但是全那的东西哦，其实公司采访无按简单去批用，吼，可是你其实你有学到用去分辨好的好菌，把它插群吼，安尼也要时，也要温度，也要培养的时间，可是你睇嗰边打好基础的係咪？咁你其實我記得你有一套碩士嘛，其實他們都誰啊58歲。58歲讀碩士班是啊，拿了是碩士讀啊，拿來做嘛？因為我讀嘅專科嘅係食品工業科，畢業嘅屏東縣無大學啊，無大學我又去外縣市讀啦，啊，因為我有公公婆婆嘅時候，啊有生意呢，啊我都冇辦法哦，伊去嘅農專路過屏東技術學院，我去去路去考，我路去考一本係考到按到食品技術系，我其他讀嘅是食品工業專科嘛，屏東食品工業科，兩邊我讀食品技術系，咁你第拍拍唔追睇呢？吼年紀啊？嘿，因為啊，我同學啊，我寫履歷表啊，伊看來，哎呦，用同我媽媽平太咯，我唔敢很劉姐姐哦，很劉媽好冇安尼，啊高中都很愛劉媽咧。咁我每個問題哦，其實而家嗰種人都講，我哋講活到老學到老啦，但是問題我其實冇我哋啊。其實年紀有一些太呀吼，你在國語讀書其實還是有一些困難。聽我問哦，幾多地方按照英文配出來？同講我睇拜讀英文1次咩問題喎？人家都讀家都睇10頁唄，俺個人看睇3頁。俺個同學講，我叫他冇按落呢，叫他玩昆崙樣。伊講，小姐已經讀到第10頁，我話請快些，請快些，我鬼同學想講。不管啦，你出個同學翻譯啦樣，啊我哋呢微積分全部原文，啊考原文，考原文吼，唔來公司帶一批咩，啊一路加完冇沒法證考試，伊同學唔幫我錯啊，夾病呢。劉媽，我不要跟你做了，我就比較會的人做，我就下定決心，我要考全班100分給你看，一發呢劉良一100分。劉姐，我坐你旁邊，我講啊，你不是不給我做嗎？我就有安尼想。可是幾時你連微積分嘛學冇嘅哦？會。其實吼，我偷偷同觀眾朋友講一下，我等咧今日來賓吼，我等咧劉良英阿姨嘅先生啊吼，喺陸軍官校外文嘅主任啦，嗰種伊啊吼，你爸也要中央哪一幾筆也要先生一係一啲反應，但是其實。我哋咧專有名詞屯嗰種東西，其實還是冇強用嘅。都冇強用啊！嗰些教啊嗰辛苦樣嘅，我講人類博士安尼哦，我又安尼講，跟我去個來，我都去個拖。啊，時常哦，條那錢都咪俾我問那錢，阿咪又唔貴啊，啊又講好啦，我那個搞哪咧？嗰種唔幾時係拖係二專嘅時間，吼，唔係得繼續拖下伊嘛？都冇學夠誒，因為農專都辦那個建教嘅品科大，都啊我哋都去考，啊我都唔點用，一出嚟題目我都好會做啦，啊都考上嘅啦，都考上嘅。嗰時幾時先有工作喎？啊幾時有鳳梨工廠係咧係？我都去農專嘅實驗室，啊農專實驗室哦，伊做群嘅啊。佢下都有酵素測定法，模擬模樣咧，按個時間了唔得，啊我最細個細妹啊，個黃啊，個骨太啦，幼稚園，個餃子啊，我都講也唔咩辦法喎，你全國投入，啊都好個萬家鄉啊，都辦啊2000，有一個工廠，啊我都去甲寫信咧，本個董事長講哎呀，我做微生物咯，唔見人家出個群咧，我喺度接喎，伊講。他那個人搶得多，伊啲副廠中用農專，啊講我會做嘛就，咁來面試都用我啦。嗰時唔只個寫推薦函，去應徵工作，
挪按太淡咯哈。迄里面都我都看到我同学啊，比我个差样，我见白白个都上了，用我安慰咯，讲我没有吐，如果我冇办法去吐业主啊，我弄白迄业主啊，我屏东也冇安尼太好啊，啊只有从头你变主啊，我说我你把迄个情况。化学名词啊，化学名词咩看唔懂咧，但係我清啥嘛，看唔懂啊，咩講第10頁我話看第3頁，但係我最後我讀個第2樣邊頁。可是你等於如果一面工作，一面做功課，然後一面嘛讀書。咁其實我第一天你差58歲嘅時間，你要去申請，其實屏東應該講全台灣省開始有開放民間嘅焗酒廠嘅時間，我按太淡去申請伊個焗酒嘅工廠。年紀也差唔多嘅，我都跳出來申請。年紀也差唔多啦，差唔多要60歲，58、2年嘛，都退休嘅啊，啊都去個申請咧，請我咧。對個對於衛生局啦，哈，環保局啦，那環保局你的廢水量、廢棄物有沒有超量？他給你一個公文，哈，你要搶個衛生局來看，人家符合不符合 GHP 優良作業規範，有站標啊，離牆壁5公分那樣，可能可以哦，本來也兩個公文啊，落去縣政府工商局申請。申請過後，伊本來公文吼，我就去國庫署，財政部國庫署申請安尼。嗰時憑到伊個唔輸贏的嗰種精神啊，等下阿姨，伊對伊的議轉，慢慢的拓展研究所，最慢慢申請到伊個民間的焗酒牌。其實還有好多好精彩的故事哦，休息一下，等下馬上過來哦。歡迎過來福起來嘅，上一台節目直播我哋呢劉良儀劉阿姨，伊就同我哋講，營養嘅呢度食品科學一路拓上去，將阿姨後來做一個焗酒嘅工廠，設喺哪啊？設喺屏東縣內埔鄉2000村。咁唔做乜愛設到安尼三個落下去咯？因為呀，伊個水質十分的好，底下景德鎮的就做乜個我按有名。它的水質好，但是伊個都有人來買水食，俺本來林農人個水都改到殺肥子，做就唔適合。嗰時唔因為2000的水果好，嗰時你睇把工廠設得嘅，可是你喺工廠貴太咩？冇貴太啦，你其實啊，你係自己的興趣啦，謝謝。其實我最先要用暗講嘅安尼去發，發咱唔拿白賣10大20啦，哦，你去設計嘅發好錯呀你啦。咁從唔去申請伊個焗酒嘅牌，伊其實應該會有幾多嘅規定吧？啊，你這個很容易去符合安尼嘅規定咯。應該講，譬如講那一片地方窸窣，那一片地方係乜嘅東西，就像頭先講嘅，伊個有啲貴嘅，伊啲愛離係別行5公分，哪有安尼嘅創新咯？其實唔係改動啊。但是我嘅同學又有係個中央標準局嘅，又有行政院衛生局，又有衛生局，我會去詢問人安樣嘅寫，安樣嘅做，安樣嘅做，讓我符合。嗰時你把那個2000那個屋嘅路，基本都嚟改裝，變一個可以焗酒嘅地方，係咪？我相信我哋啲觀眾朋友之間嘛會睇從事睇到看。叫佢吃啦，做嘅吃啦，冇到有時有人會做葡萄酒。請問一下吼，像我同我講嘛，古法釀造，同我人哋見家嘅食品科學，呢種東西有差別冇？有，因為頭擺嘅阿婆嘅時節做嘅酒啊，伊能靠經驗，吼，樹洞嘅時節氣候夠適合，因為微生物啦，吼，太稀底部嗰度大氣裡面都是微生物。但是這個微生物，它要最適當的生長環境，伊能會發。頭擺阿婆嘅時節，伊都會葡萄色裝備皂吼涼乾，伊能攞一層葡萄、一層糖、一層葡萄這樣，攞攪好來。唔迄種外在環境冇呀，生意裡面都個奇怪去壓死去嘅，就會污染，會出風。但係我都因為
生物科技的方法路，原来酿草药的酒的原理路是葡萄酒底杯的酵母菌，然后我哋将把一酵母菌啊去分离出来。当然葡萄皮当中有几多酵母，我哋用嗰啲培养基啊，三角安尼去杀菌咧，因为葡萄路煎起了，伊迄好奇心来摇嘛。当然酵母菌咧系好奇心摇摇的，会生几多菌咧。啊，嗰道菌咧，迄唔免唔爱咯，唔咩。但是你要对个从中做稀释，不同的稀释，使得1次方、2次方、3次方、10次方安尼，去用平板不停的分离出来。啊，看到个太粒、个好的菌咧，你都挑起来，当然挑起来伊你要做中间实验。伊产生的酒精香又高，啊，唔爱送检验机关啊，迄检验可能要有脱毛呢，可以用毛呢，啊，有人可以生产安尼啦。可是等于讲，其实我哋咧，更加我哋以前我哋讲古法酿造，其实将我哋阿婆嗰时在做，其实嗰时嗰种焗酒嘅方法，冇做吃嘅方法，如看嗰时嘅天然油墨嘅菌可能都會提嘅，嗰時也有品質的吼，唔係按問題。係嗰時其實像有日本人就會做嗰種米索啦吼，伊如果米有一啲特別嘅木嘅地步呀，伊做出來米索啊，那好食。因為怎麼因為嗰菌啊都提木嘅地步，但是呢，嗰木嘅曬出嘅木嘅外面嘅時候吼，又做唔出來嘅東西咯，因為嗰菌都冇停出來啊。因為呀菌咧係個溫度嘅溫濕度啊。温度、湿度，佢適合伊生長，唔適合其他嘅插菌咧。大氣中啊，佢多插菌咧。佢所以你迄種個清熱咧啊，酸敗菌會來，你這個菌咧冇佔優勢。佢說我今日做酒，我是用生物科技方法，把這個好的菌分離出來以後，讓它佔優勢。讓它的溫度最適合它，其他菌咧唔適合，伊就會生啊清好，我囤做西安尼啦。可是其實像我哋唔講講係我哋酒啦，我哋吃啦，其實我哋太自然，從我哋咧酵母菌共下合作做出來嘅東西。食品科技入邊，都把我哋愛嘅留下來。我哋唔會都盡量把嘢嘅數量減少，因為唔可能講完全冇嘛，就是講一路冇佔優勢，留下來喺我哋愛嘅嗰種菌來聽住我哋去叫我哋酒。咁我哋現場用我哋咧流量阿姨作為我哋咧吃同我哋咧酒，我哋今日馬上來試看看啦。也係吃也係用嚟吃啊。也係綜合果汁吃，有蘋果、葡萄、鳳梨。因為伊各種嘅蘋果有不同的酵素，唔像嘅營養分那麼強樣，像葡萄呢，伊就有多酚類、抗氧化，係黃梨呢有蛋白質分解酵素，蘋果也是有鐵質一啲，綜合做，我用綜合嘅水果，因乜嘅啦，我完全都不添加任何香精。flavor 我都冇愛加，因為我吃個養生係個食，我今年70cc。可是也會吃吃好來唔會灼，好像有啲會吃好來，如果你過灼嘅味道，無如嗰種吃下去嗰種蛤蟆嗰種過灼，而且也上面吃得過吃樣嘅。嗰種像當初咧，分開下的果汁嘅時間，唔知個係就像頭講嘅，喺每一個水果有無同樣嘅功能，嗰時都把伊合強下。咁從我哋喺合嘅過程裏邊，唔記果汁哪來咯？果汁咪啊，我又本來我葡萄啊，我上研究所嘅時節啦，就有對普理嘅學生嘅啊，要同佢合作啊，故伊呢，我採樹嘅時節都撒農藥，我送檢啦，我喺屯。農民買呀，我水果拿去檢驗，看有沒有農藥殘留量，還有其他有害物質。但是咪咩檢啊？如果有農藥殘留量，都用唔得，我都冇。你咪我一啲同學，有幾好，伊可以提供我嘅檢驗合格證明。
如卫生署检验合格，如果不好，卫生署就退回去，所以比较贵没有关系，我就买那个比较安全，我就安尼做。我是最近路迄最起先路买西班牙的啦，我做都唔会差，也有请过多人品尝讲好，我都继续去买。嗰種從我哋從來冇講我哋台灣嘅葡萄酒啊，嗬，同法國嘅葡萄酒冇講，因為我哋台灣葡萄酒可能會加糖啊。從安尼釀造法，你係來會先生用嘅釀造法。其實加糖是唔係用呀口內嘢啊，要養菌，不外乎就要有營養分、碳、卡邦啊，叫做碳水化合物，叫做糖。但是個碳水化合物單糖。就葡萄糖，無如高糖啊，因咱微生物咱可以利用，唔係加我哋阿婆也都做的是甘蔗糖，佢改慢，伊萬唔會分解必要。嘅多糖啦，嗬，係啦，雙糖甘蔗糖雙糖啦，佢唔會了，我哋會用選擇嘅單糖，但是我哋選擇我會用我嘅葡萄，我會把它的細胞破壞高價，做乜嘢高價？我連皮連籽強下應用。做乜連皮連籽？有的籽沒有過富哈？佢籽咩？糖果有葡萄籽油嘛，青菇油，佢底杯嘅抗氧化是有個好。哦，唔你強下應用，如果過好，唔嘅皮強下好，一個色素過好，我就冇添加一些色素。而家市面上的吼，佮便宜呢，可能如用酒精投色素，投一個葡萄香精安，所以講佮便宜。嗰其實真係，好嘅材料同好嘅技術做出來嘅東西，其實然後有安尼加成啊吼。嗰種我哋鴉片都我哋咧阿姨做出來葡萄酒，我哋推薦我哋觀眾朋友來試一下哦。佢上咧吼，冇添加嘛嘅，完全係酵母菌囤嘅。葡萄安尼用的，一般的嗰種我哋講，都從可能都阿姨講嘅嗰便宜嘅葡萄酒，其實生嚟嗰種貴甜，其實嗰種甜會有一些價格，可是也唔會貴甜，但是也俾葡萄酒嘅香味，其實也不會久啊。8年的啦，99年。或者成年葡萄酒呢？從一般來講，我哋講食葡萄酒有乜個好處啊？因為伊本身葡萄底杯葡萄酒啦，都酒底杯，伊會促進你的個血液循環量少睡前一些比啊，使得血液循環改好安尼，佮唔會堵塞啊樣嘅一路。佢中意做乜葡萄酒會有咩功能？係咪底杯有乜個東西？伊底杯有個多酚啦，抗氧化物質啦，個。使我哋血管講唔會氧化呢啦，都像人咧水管啊，太陽底下曬會硬化，伊有抵抗安尼硬化嘅功能安尼啦。其實我哋咧阿姨唔單止會焗酒會焗吃，其實伊今日做一啲新嘅東西，個新嘅東西呢，我哋常常會看得到，但是我哋冇想到講，伊可以把焗成酒。休息後，等下我哋下一趟我等陣講，伊用乜嘅焗酒。歡迎過來，福起來嘅。上一台節目，我哋咧劉良儀阿姨同我哋講，伊要做一啲新嘅產品。阿姨係乜產品啊？叫做素葡萄酒啦。素葡萄，係是摘葡萄酒？唔係，嗰多人講，葡萄酒有實在哦，我講唔係啦，樹上的葡萄。樹葡萄啦，現在就是我哋南部嗰多人種啦，種嗰啲唔對安樣嘅呀。我講安樣哦，嘅有啲你注意啦，如果講家有申請呀計劃，你同佢做好冇咧？我好試看看啦，我見嘅發好錯啲咩有300斤咧，種係嘅。嗰時因為樹葡萄我哋平常應該講，幾個都易種，但是唔點樣子，因為真係也口感唔係講安好啦，但是像你做樹葡萄同我哋做葡萄酒，佢過程係咪共樣啊？共樣。係。也是要把個葡萄
其个细胞体破坏，微生物更容易作用，更容易酵母菌去利用它的糖来转换为酒精。中药，你也我也係會撞落去嘅話會殺菌，因為殺菌嘅作用，你講外界嘅嗰度唔會菌啊，殺嘅激素濃切，嗰啲伊啲色素啊唔會變。嗰時伊計看好咗同人哋葡萄酒樣嘅係咪？咁其實安尼講吼，因為我哋平常人哋樹葡萄其實生產嘅按度吼，都唔掉做乜嘅呀。但是呢，鄉下人工貴一扎嘅工程，嗰時買一斤啊，一台斤哦，100個元呢。係啦，安尼成本都變成幾高啦。幾高啦。咁除咗樹葡萄酒以外，記得。這個其實有同講，係用乜個東西去做乜個優酪乳？係乜個東西優酪乳？用嘅防毒大豆啊，太透。都透嫩啦，透嫩，太透一磨啊，透嫩啊，用嘅嗰是唔咩醋酸菌咯，嗰係乳酸菌。乳酸菌是固胃嘅，它就是幫助你的胃好一點啊，消化得啦吼，啊腸胃過好。嗰個因為也會優酪乳啊，外國美國都它較用過好食，但是呢，伊哋係用牛奶做，牛奶做啊，使得嗰度肥胖子，嗰度胖子啊呢，啊你用透奶植物蛋白啊，就個唔會，個唔會有安尼。我請問一下，你用透奶做好做冇？因為也個蛋白質冇到強用啊，動物蛋白質、植物蛋白冇到強用按好做，但是伊個味道冇像牛奶咧安香，伊會有體會出香味啦，安尼迄個用伊個水果體壓落去啊。嗰時變成講，伊可能要用人哋果醬啦，冇得可能用外一些，因為伊體味還是有體味嗰種出香味，嗰種東西冇辦法去消化。其實冇必要食，因為其實透奶亂嘅味道啊。咁像人哋平常去焗酒啦，冇做吃嘅時節，唔會有按度嘅嗰種水果皮啊，嗰種東西，嗰種皮嘅嗰種人哋講殘渣，唔能用嚟處理啊。我起先是路有個環保嘅個年的色色多嘅，面都騰浪嘅，啊有一個機會啊，我都認識一個平大附小嘅前校長啊，啊一路係去做，我要乜嘅咯，伊講要環保銷售，我可能我都去做，甚至我都係美國嘅科大教學生嗰種。我要問我做個酒嘅個皮啊，拿來吼，滷提滷油啦，有啲配方啦吼，一刀水一刀糖，當然糖嘅意思都本一群咧做伊個營養劑，滷落，伊當好滷上伊個群咧，伊精簡吼，用纖維精款伊滷乳酸菌嘛群，伊出來嘅味啊，都清香拿嚟。鋪嘅地板清潔，又唔會像一般市面上嘅地板嘅個安尼洗潔精也都好，有脫色嘅，有發酵嘅色嘅，拍嘅個唔好，唔係用也個好，我出來做嘅都較有係個拖啦，因為乜個東西按像都環保，唔係一根本安尼啦，就外面都幾有可以哈。就是把那些殘渣唔會廢物利用，又可以做咧，可以人來買酒啊、買吃食送一罐啤安尼啊，比試看看啦。佢好嘅生意咧係天嚟下爬，也唔講伊拿最好食。係因為係最天然嘅東西做嘅嘛，吼。像頭頭嘅像阿姨，即個要介紹到酒啊，或者到吃。一般來講。可能酒有人可能唔可以吃的，比如像我都冇辦法吃鐵多，但是吃的飯我都可以吃。像吃的飯吼，我哋一般可以用伊出來做乜個料理嘛？你咪同我講，我哋而家講吃的飯可以做乜個東西啊？你吃吼，青豆可以做過回來，糖醋魚啊，可以去腥味。佢有啲因為時常都請我同人買吃，一到一個農啊，去個做糖醋魚。但是我有啲清好嘅方法，洋蔥點嘛？洋蔥哈，你細槍誒，切片哈，中切再紅切就安尼薄薄的，越薄越好。因為細是鹽哈，伊較比個味啊，嗰種 Q 彈用誒，都係啦。用來吃去涼拌。我最近有看到一個中醫師啊，
90岁，伊讲嫩姜啊切8片去浸吃，啊吃饭也米穿3片，啊更加开始有迄个安尼食啦。可是你如果你讲，其实因为你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学到的东西做出一啲有用的东西，比如他个人可以吃得过健康，对你来讲係過有重要的事情。我是因為我妹妹講，我媽媽講，做嘅東西可以讓人使得會健康啊，過好啊，我想做也投入哦，量也投入來做。我今仔有量嘅生意都給唔錢來咩？可是你即個當初在沙田要工廠嘅時陣啦，像嗰條器材，你即個咪有帶到，嘅係咪同人介紹一下嘅當初嗰條器材冇？野路野台啊吼，就係無菌無塵操作箱，因為我要分離嘅各戶嘅菌咧要留下來，所以用野嘅來分離。當然要用不同的培養基，按個嘅原料路對現有的水果裏邊種落去，用野嘅來分離各好。像野無菌無塵的操作箱，野尾伊個圓形的，你其實喺實驗室裏邊看到，然後你即個我講，去做就能做一啲安尼嘅事。咩也有賣，因為上課時間、上研究所時間我做化驗，我有賣，我畢業要開去嘅。我話冇錢買，我要去蘋果台家叫供不應求，即個買一台會快些。嗰時又係嗰種阿神像伊啲招牌腳招嘅工廠嘅話，一聽到有一啲安尼無菌無實嘅操作上面。應該已經是有規定有安尼化驗室過好啦，攏擺唔像完模呢。但是神像招牌主要嘅人家衛生，人家環保嘅廢棄物。有沒有妨害到啊？有沒有超過20噸？喺某一本的公文，你都可以拿下公文去再去工商局申請，啊，你咪去財政部的國庫所申請。咁還有我哋聽嘢啦，佢嗰種可能像一啲培養皿嘅東西係咪？呀，培養皿啊，三角紅的培養皿，佢會用嘅葡萄汁去榨汁。把榨汁以後，我哋用有嘅細線嘅菌咧啊，擴大培養嘅，用呀有稀薄嘅都已經發好嘅，都安尼沸騰用嘅，還冇汁嘅。像咱嘅米唔係把伊啲工作嘅嘗試全部聽好以後，米片原料來安尼做，還是講米片原料來驗過一遍啊？因為我更加囤原料買嘅嗬，伊都有衛生署檢驗合格證明，有批號，伊提供來，因為已經食安問題嗬，個驗，伊個驗檢米的原料啦，你要嘅產品攏要送檢合格，你才可以出售，按你批號而下，所以我都面到迄囤也有。合格的廠商買到好嘅原料都可以做好東西，因為我也有想講對農民去做強啊合作，但是伊呢有時把愛採收路去噴藥嘅個唔好啦，檢多嘢，我檢驗吼，伊個樣品要6800呢，我對佢買都唔是。伊都從等於講已經從檢驗好。檢驗吼，我都提供本業嘅研究科啦，今仔我攏擺是國稅局啦，今仔都係縣政府嘅研究科啦。58歲申請到第一張民間嘅國招牌，59歲讀研究所。對於啲有夢想、有行動嘅人來講，也要試試啊，從來沒重要嘅事情。最重要嘅係讓我把事情做好，讓我把好嘅東西同他人分享。今日最感謝我哋阿姨來到嚟現場同我哋講安精彩嘅故事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各位觀眾。休息一下哦，等下同我哋老師來運通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容興。今日又到嚟學運通嘅時間了哦。
今天我要教大家係下半身的運動，來幫個身材下半身的身材，抬腿，還有個肚子，還有個膝腹，好，個身材更好看哦。好，來我哋大家來放起來，同先生同下來做運動嘅哦。好，讓我兩隻腳打開來，下來做一個深蹲的好動作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更加同個腳合放來，來加鬆開合開合，再加一個好鼓的動作，好來把它做結合來。1，合放來；2、3、4、5、6，加油哦！7、8、9、10。好，頭多我哋做左片，我哋更加嚟右腳，好開，好，好準備開始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油哦！9、10，好，好慢慢的一節一節下去，好動誒，停來，好，腳開下來，一隻腳一隻腳開下來，好，兩隻手掌，兩隻手，好打開來。好，咁個腳呢，特別嘅左片，然後做上下同嘅好運動哦，哈，好嚟修飾嘅一片，好外側，抬腿嘅外側，好嚟上下，加油哦，上下。好，剛剛你從中心而移嘅一片一隻腳變強哦，吼，我哋上去嘅時間，那唔會認準哦，好，來開始啊，來做試下，好，1、2，加油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從兩下9、10，好，我剛剛一片，好，個圓個雙圓筒，好，來彎片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可以哈，好，再來，好，彎片，好，彎嘅右腳，好，伸出去，好，一樣做上下嘅運動啊，哈，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地下來，好，休息一下。有感覺開始流汗了冇？有吼，啊，咱底下動作嘛會本即間嘅別汗咯，吼，好，啊，來再一次，啊，再一擺哦，更加動作咯，吼，頭都係上下，更加唔看哦，看先生哦，啊來，啲腦背扭人強呢，吼，安尼扭人強，啲，吼，由內到腦背安尼扭一個人強呢，好，開始嘛，好，重新。
好，移到我的右腳。好，開始哦，來1、2、3，動作唔是太急，4，慢慢的，5、6、7、8、9，最尾看咯，10，好做到誒，有感覺，好，睇落別個樣冇，好，來。提冰鬆，啊，打打，用個肌肉冰鬆。等下來碗片的哦，好來碗片，好一樣，我右腳，好來做一個畫眼的一個動作，哈，來準備，好開始來，1、2、3、4，加油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來，打打，我感覺個人吼，安尼你有效果的哦，明日做安尼運動吼，你可以幫助你嘅好身材變得更好哦，好。來，接下來動作呢，個簡單，好做一個前面後背一體的姿勢，好看前上做一擺，你腳好，愛前邊的後背斜後，好，低前面踢，再邊的後背，好前後，好準備哦，來踢擺來，1，係啊，跪喺度嘅係位嘅，2。請好哦，3、4、5、6、7，加油哦，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的休息一下。你有感覺冇？一片太腿，一片滾圓，有冇？好，來慢慢的，強強啊腿，腿拍一拍，彎片的哦。好，來準備哦。好，一樣用那個斜後，好，低前面，低後背踢。好，準備好了哈。好，開始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開始變好呢哈，好，慢慢的過來休息一下，好，來吸氣，吐氣，好，來調整一下呢，吐氣哈，吸氣。吐氣，再一次，再一擺吐氣，吐氣，好，安尼頭多的動作，啊，再做一次哦，好，來做一擺哦，好，咁嘅腳呢，特別嘅走片，啊，來做上下同嘅好運動哦，哈，好，來修飾嘅一片，好，外側。太腿的外側，好，來上下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油哦，8、9、10，好，來彎片。好，來彎片哦，準備。好，來彎我的右片右腳。好，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
10，好，休息一下，来，泡泡干，好，放来泡泡干，有眼，好，我抬腿的肌肉可以放松一下哈。好，天热通转记得吗？好，来做好了哦。好，天热通转挖看还记得哈？来，准备来哦，1、2、3、4，加油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轻好哦，来弯片，好，越做越好哦，来，1，挖看哦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来做一个休息。好，我手伸出来，慢慢的仰背，再放来，开始流汗了哈。好，明日做下运动，我的肚子，我的抬腿，好，我的线条会变得更好哦哈。好好运动，俺能下次能来了。